Hello，大家好 ，Betty 嚟咗 Rochdale 區啊！呢度咧係 Rochdale Market， 佢賣蔬果㗎，好平嗰啲價錢 ，wholesale 批發嘅價錢，但係可以買到 retail 零售嘅。大家睇下佢今日有啲咩 special 啊！哇！佢嘅西瓜好抵啊，68仙1 kg 啊，唔怪得知個一車西瓜咁買啦。呢個呢係西瓜嘅專區，今日大特價68仙1 K。我攞下先，哇幾重啊！一個呢大概我相信6、7蚊澳洲紙左右啦。頭先好多人揀啊！今日啲芫茜就抵啦，一個4毫8一棵。陣間買翻啲去蒸魚先。好多唐人呢都話澳洲啲薑好貴喎，不過呢，如果你揀佢特價嘅時候呢，其實都抵噶。大家睇下幾大 pack， 今日呢賣11個1毫3，唔錯啊！我陣間快啲買翻 pack 先。喺呢度呢，好近一個全新嘅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項目喎，叫做 Viva。由呢度揸車去 Viva 呢，5分鐘都唔使㗎，所以買嘢相當方便。一個星期開足7日，朝頭早6點到黃昏6點。